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7日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队昨日小组的比赛对阵日本队。台湾队虽然攻出11支安打，甲日本队同款，也毋过拢无得分，最后是以1比8输球。台湾队伫 B 组的预赛以2胜1败排名第2，晋级6强的复赛。 这一球打成了一个飞球，中外野手过去没有办法接到了，落地形成了一个安打，而且球一直滚到了全垒打墙边的。这时候，日本队的铃木纯也一开始就攻出3垒安打，替日本队先摕到第1分。A 一棒的吉田正尚嘛拍出安打，和中华队先发投手廖一中一个上就失去2分。中华队下一半局虽发动完攻，第一个球就打到左外野方向，左外野手看着这个球。 到了全垒打墙脚下，这手跑者在3垒被挡了下来，哇，这个大逆风真的是。原本是会当留回来2分红不让，失去台中洲际球场的风吹回来，变作1垒安打，失去机会，中华队无提分数。这场对日本的决赛最后一战，中华队全场攻出11支安打，不过拢是第一场安打，留11个战队。总教练洪一中表示，攻势无得连起来，会去了解原因。当然今天。 就是安打打得还不少，但是他就是说你每一脚的那一种火力就欠缺，这个或许是球员心理因素还是什么，我们会去再做一些了解，是不是有办法去改正，在短时期里面，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尽量去做。 中华队面对6个日本队投手，有6个半球拢有上垒，所以到9局下，才我靠王柏勇甲张正定安打摕到第1分。这个打得不错，形成安打。跑者这时候绕过3垒啊，哇，终于在9局下半了，哇，这至少是打破了鸭蛋。中华队同款用6个投手，不过除了王耀林以外，其他投手拢失分。 其中欧弟唯到3.2局上场，先向攻出3支安打，失去1分，不过是自责分，投球内容有水准。这3天就是一直把自己保持着可以备战状态，然后就是需要我上场之后可以随时随地可以上场。对，因为我有经验曾经在大联盟有中继救援的经验，那我相信就是教练给我的任务可以顺利的去完成它这样。 那日本队同款攻出11支安打，不过有4支长打，其中铃木纯也4败打击拍到3解，3局使用更是2分的红不让，贡献4分打点。中华队落尾以1比8输球，这嘛是2003年亚锦赛头一摆对决，专利这个国家队以来对战的7连败。中华队以 B 组第2进入复赛，下礼拜开始会在日本东京甲千叶进行复赛，有卖有现场的直播。记者宋华报道。 咱台湾队伫12强分组预赛提早进入第6强，虽然输给日本，也毋过表现同款精彩。台湾队这届为训练到比赛，拢是用奥运的规格来做准备。3比0拍败委内瑞拉，中华队连赢2场，先去咧6强复赛，球迷跳脚，所有选手拢真欢喜，伫球场面顶用手机翕相。 可是我拿到球之后，我就要告诉自己要冷静这样子，对啊，因为球队赢嘛，就可以去东京嘛，所以很重要。女比选手林凯威加入来中华队了，就定定讲要去东京，即马愿望已经达成啊，会使讲将部收集甲后勤团队的功劳真大。我觉得禽兽这方面对我们帮助蛮大，就是其实因为在面对陌生的投手，你可能 只会遇到1次而已，就是在这时候，他们会给我们很多资料，让我们去做赛前准备的一些参考。将部收集小组的资讯，伫咧2场比赛第当看出效果，尤其是江少庆甲张玉2个人拢表现甲真好，会使讲教练王建明是真重要的角色。这一次我觉得总教练这个团非常认真啊，而且像王建明对于每一个投手的状况掌握得很好。 中职第1届办出1分到比赛所有组分，就用奥运最高规格来应变。文科小组医疗团队甲心理咨商，还佫有捌伫美国职棒担任防护员的李幸如，甲伊带领的8+1防护团队。他们疲劳的程度，以前可能比3天才会开始累，可现在他每天练完，他们都哇哇叫，每个都在累。那我们目标就是帮他们去缓解疲劳，帮他们想办法让他们比较舒服。
拄新心灵来甲选手斗3工，用科学数据甲教练团的经验，佮加上主场的优势，团队的士气佮正悬。中华队伫咧天时地利人和的状况之下，提出互人真恶劣的表现。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爆炸新闻。先来看自由时报，台北市政府最近推出 U-Bike 2.0，也毋过说甲原本的 U-Bike 系统袂合，两个系统无法当互相借车行车。台北市议员是批评讲，原本的 U-Bike 开超过7亿8千万，却无法度甲新系统当做时来使用，是真无道理。市长郭文德嘛讲，伊嘛想袂出啥物好的办法。再来看联合报，目前民众要为银行转钱，爱卡对方银行户头的号码哦，实在是真麻烦。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昨日表示讲，已经开始规划手机门号跨行转钱的服务，也就是讲未来手机的号码会使甲银行的户头绑做伙哦。上紧明年的6月份，得使用手机的号码来转钱咯。再来看《苹果日报》，之前有黑心的业者用过期还是破去的卵装柜底来卖，实在是真恶质。卫福部是署长公布真侪项新的制度，为明年开始卖柜底弄好的卵哦，禁止用破去的卵，嘛必须爱有标示，也毋是已经杀滚，还是还未杀滚哦。违法者上侪会使罚300万。再来看昆益高盛的前经理人黄尚温哦，伊涉嫌利用基金来炒股票，将台北地检署搜索约谈，嘛传唤5名证人来问哦。落尾黄尚温是300万交保，昆益高盛是表示已经开除黄尚温，嘛已经请律师来追究责任。挂翠案对调查人员加入地检署，伊是昆益高盛前经理人黄尚温，涉嫌用各种动物灵感合名下人头小户买华泰顶3档股票过300张，佮透过管理的基金优待股价套利1500多万后脱手，致使迄一栋厝的基金亏损2200多万。台北地检署分8路调查，搜查约谈黄尚温、灵感合等2人，也佮传唤5名证人。不好意思，大家辛苦。这案件的爆发是金管会咧做金融调查时，查出黄尚温两镜头进行不当交易，主动交付检调侦查。昆益高盛也伫代志发生以后表示，已经开除黄尚温，同时委托律师提出告诉追究相关责任。这个部分就是本来就是我们经检发现的嘛，我们主动函调给检调单位去侦查的，那我们也做了相关的处置，我们都会来要求，那相关的这些内稽内控的这样子的一个遵守，本来就是一项我们重视的。若本案司法确立判定确定后，本公司不排除对前经纪人提起求偿，以维护投资人权益。检方核实了后，以违反证券投资信托加股份法，分别有令黄尚温300万交保，灵感合200万交保，拢限制出境加出海。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大树林园厂昨透早爆炸，好佳在无人受伤。爆炸原因是一台运输车伫灌气体无注意去泄漏出来，着火爆炸。环保局是表示，因为泄漏出来的气体有毒性，所以先依照空气防治防治法开出45万的罚单。半暝点外，化学槽车甲车内气体送到厂内化学槽的时，熊熊爆炸，真大声音，互当地居民撮一着。厂方第一时间来拍火，暗过空气共款真歹闻。发生问题，环保局监督之下，也没有跟我们林园区的民代、跟我们的各里长、跟我们联谊会都没有说明啊。差不多2公里都闻得到，2公里都闻到那个臭味啊。爆炸地点就伫咧台塑高雄林园厂，因为甲公安问题有关系，民众拢真紧张，嘛指控政府态度无积极。啊，毋过环保局表示，代志发生了后，有随派人来监测空气品质，加工透早去工厂勘查，怀疑是人为造成的。我们环保局一直监测到凌晨的5点10分。那在整个监测的一个过程里面，它的一个监测数据是都没有重大的一些污染的一个情况产生。环保局表示，漏泄出来物件算是毒性化学物质，用科无法处罚台塑45万。若是台塑嘛发表声明，讲代志发生的原因是路易鱼手伫咧落料的时阵，租车的安全碰扑落去，啊，毋过火真紧就去用拍花，无人员受伤，互居民造成不安，因感觉真失礼。而且原本排伫咧车北年度维修嘛，因为即届代志提早1天。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今仔是立冬哦，因为太阳直接照到南半球的关系，所以北半球的辐射量是减少，天气会慢慢变较较凉冷。来看上新的温度，因为东北季风报道，北台湾的天气变较较凉冷。今仔透早伫南投的中寮只有16.5度，是全台湾上低温。带着冷空气南下，所以今仔下晡台湾会受到影响哦，北台湾会开始落雨。这方面的桃园以北个东半部地区哦，云会变多，卖落雨。气象中嘛继续针对宜兰县来发布大雨特报。今仔北台湾的气温哦，大约是19度到24度，中南部的温度上低只有18度，上悬嘛有30度以上哦。日甲暝温差是差真济，所以出门哦爱记得会使加早一领外套。再来看环保署公布上新空气品质监测结果，包括高雄林园工业区、甲云林六轻工业区，空气污染物有7成改善哦，也毋过某部分的污染物是愈来愈严重。工业区排放的空污成分真复杂，为着要掌握对附近居民的健康冲击，国内有5大特殊性工业区伫咧周界，必须要设置空品监测设施。环保署公布106年到107年监测的结果，发现林园工业区有7成的空气污染物出现改善，临海工业区58%，六轻71%，南科50%，中科的大中园区改善上少，只敢改善29%。不管是它自己的固定源的排放，或者是我们这些监测站的部分，其实都会把相关的数据连线传送到环保单位来。那这个部分也是督促这些业者厂商能够在相关的操作的部分能够特别去注意。不过工业区内面嘛，受不少空气污染物的浓度增加，亲像临海工业区的氖成长为3.44倍，六轻的氖嘛增加到2.87倍，是石化制停所产生的。环保团体认为，污染防治技术提升、污染改善是基本的，颠倒搁爱去了解无法度改善的空污项目。若是有影无法度改善，就应该淘汰制停。就有可能整个制程其实是需要淘汰的，说不定这整个制程需要什么重新翻新、重新再检讨，或者甚至这样子的产业是不是适合继续留在这样的一个工业区里面生产？我觉得这是必须要检讨。另外，中科大中园区有7成的监测污染物无改善，包括硫酸和氨气。确实的原因，佫需要进一步了解，有可能和佫较侪厂商进驻有关系。但是环保署嘛说明，有的监测数字嘛是爱加强品保和品管，才会当佫较真正反映出污染的现况。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有条件通过宜兰铁纪录高计划的评估案哦，工程按算上紧，会伫民国113年来动工哦，总经费大约是252亿，电费负担56亿。也毋过宜兰县政府是希望讲中央阁加斗3工一寡。人甲车经过滨高道来去去，离峰时间阁算是顺，毋过逐摆上下班火车班次多，交通就会大拍角。宜兰地方争取铁路高计划10多年，总算有条件通过。很危险啊！长期这样铁道过去的话，平交道过去的话很危险。如果高架的话，这样车子通过会比较顺。医院常常因为救护的原因，那都会受到平交道的阻隔，而延缓了这些病患救护的时间。通过内容计划从宜兰段到罗东段高计划下过宜兰市黄吉乡罗东镇，除了即卖车站高架，卖增加1站冠境中心站。完工了后，会有9个滨高道消息，计划全长16.1公里，总经费按算爱252.09亿，地方爱家己总56.31亿。希望中央嘛，甲咱斗帮忙，咱宜兰县呢，咱的这个财政吼，咱就有法度来疏解。交通部伫拜三的审查会完成通过，毋过认为共同开发代替无甲8亿地铁或者是高铁，可能延伸加入考量，会影响票箱收入。这要求宜兰县甲代替局共同修订计划，接报行政院上近113年会当动工。很多地方都在要铁路要立体化，政府的钱还是那么多嘛，你就会发觉它分到很多的计划，每个计划拿到的钱就小小的，工期就会拖得很长。运输学者提醒，各地拢在争取铁路高计划，毋过政府经费有限，工期就又长，伫确定时间进行，对即卖交通问题，都先提出解决方案。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香港中文大学甲科技大学伫昨举行毕业典礼，香港大学有毕业生发起游行，伫毕业典礼唱中国国歌的时阵，嘛发出欢送中的口号。伫游行的过程有一个查甫举刀啊指向学生，毕业典礼状况是袂少。穿学士袍、滴水暗烟路发口号，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毕业典礼，有学生发起游行。为地铁站行入去校园，声援伫欢送中示威过程当中受伤以及互人抓起来的中大学生。游行队伍去到校园，向一个查甫人举刀啊指向学生，大声唱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佮讲是为着要维护家己安全才安尼做，最后互保安护送离开。不少毕业生用卡夹片向对典礼台，咧演奏中国国歌的时阵，喊共和香港时代革命这个口号。中大校长段宗治伫致辞的时，先对最近有人有损校园的物件这行为表达遗憾，嘛讲想要和学生讲一寡心内话。You will be serving your community, whichever community you happen to be in. A community is made up of different people. They have different values. They have different lifestyle. How does a community grow?It is built on mutual respect. 伫毕业生学位颁授刷了后，校方以典礼受干扰提早结束仪式。香港科技大学的毕业典礼状况嘛袂少。同款伫初一早起举行毕业典礼的香港科技大学，嘛有学生伫台卡含场外喊口号，支持欢送中的诉求。校长苏伟伫致辞的时，主动讲到前几天伫将军澳的停车场坠楼受到重伤死救的学生。He's in hospital. We are together with him.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him again. 伫咧颁授学位的期间，有部分的毕业生并无甲校长行礼，阁有人滴水暗上台。香港欢送中运动发展5个月，一直到目前为止，有超过3000人互人抓，其中1/3未成年。虽然港府各大间强调讲止暴制乱，但是冲突并无散。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中贸易战已经1年外，中国商务部昨宣布讲，美中双方已经同意分阶段来取消1年外来加起的关税。来看中国的讲法。过去2周，双方牵头人就妥善解决各自核心关切，进行了认真、建设性的讨论，同意随协议进展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如果双方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应当根据协议的内容同步等比率取消已加征的关税，这是达成协议的重要条件。今天我没有需要向大家。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是表示，双方互相取消关税是达成协议的重要条件。因为贸易战是由关税开始，所以嘛应该以取消关税来结束。不过取消关税的时间表佮其他的细节伊并无说明。有外国媒体是报道指出，目前双方佮在讨论讲签署贸易协议的地点全世会有可能延到12月份才来举行。再来看美国众议院的进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伫初六宣布讲，总统川普弹劾调查的公开听证要伫11月13来举行，全程拢会对外来报送。川普乌克兰盟事件3个主要证人，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泰勒·国务院负责乌克兰事务副助理国务卿肯特，加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尤凡诺维奇13起会伫媒体镜头前公开作证。进前委员会闭门听证，泰勒证实川普以将近4亿美金的军事援助威胁乌克兰当局对伊的政敌拜登进行司法调查。尤凡诺维奇是指证川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希望伊被换掉，方便透过外交以外管道来执行乌克兰政策。肯特是对被用换掉尤凡诺维奇的罪犯表达疑虑，所比伊的顶司警告爱伊较低调咧。So those open hearings will be an opportunit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o evaluate the witnesses for themselves, to make their own determinations about the credibility of the witnesses, but also to learn firsthand about the facts of the president's misconduct. 川普初六伫路易斯安那州出席竞选造势活动时，有关将一切拢怪罪伫民主党甲媒体身上。Ultimately, it's all a hoax. It's a scam. And you know who helps them? These people right back here, the media.
越南卡罗拉纳州的参议员格拉现在来真济位共和党人士公开呼吁，应该将个别者的身份公布出来。这几礼拜以来，保守派媒体流传某一个人就是乌克兰门个别者，是为到川普的后生小唐纳川普，找到直接伫伊的推特打出个别者名字的相关报道链接，完全是无顾虑有个别者保护法这个代志。At this point, the whistleblower is really irrelevant. The whistleblower's information began the investigation, but the substance of the investigation has gone way beyond what the whistleblower knew. So this attempt to name the whistleblower simply revenge. 大选年出现担心调查对竞选连任总统会产生什么影响，爱国观察。按过查过南部肯塔基、维吉尼亚、密西西比3州的地方选举，被看作是一项指标。共和党保住密西西比按甲出席的维吉尼亚州议会，25年来第一摆全被民主党摕到。选情紧张的肯塔基共和党州长贝文，虽然真济摆得到川普背书甲徛台，最后又愿以0.4%的小可差距败获民主党的对手贝希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11月初在西班牙要举行国会大选，根据上新的民调是显示讲，执政的社会劳工党选情阁袂歹，也毋过嘛可能无法度过半。大批民众七日暗伫咧西班牙加泰隆尼亚首都巴塞隆纳北部一个会议中心的外口，要求伫咧内面进行竞选宣传活动的西班牙极右派政党人民声音党的人士离开。Un partido de extrema derecha, fascista, y como tal creo que no se debería normalizar que hiciesen actos, sobre todo en mi barrio. Yo vivo aquí a 10 minutos. 西班牙都要伫11月初10举行4党内的第4届国会大选，因为这一个月以来，加泰隆尼亚自治区有过60万民众上街路示威，成员被判刑1家的9名分离运动领袖，过6届演变做暴力冲突，引起反独派民众的不满，煞造成右派民粹主义政党人民声音党的支持率转升悬。Vox es un partido único y universal que tiene en cuenta los valores de todos los españoles de bien. 2013年才建立的人民声音党，和其他所有西班牙政党完全无同，口号和川普真同，互西班牙再度伟大，嘛反对外来移民甲对提权，主张要恢复到佛朗哥独裁的帝国时期。人民声音党伫咧今年4月国会大选的时阵，伫350席次当中摕到24席。根据初时的民调显示，人民声音党则敢有可能伫这届大选摕到超过40席，变成第3大党。上新的民调和4月差不多，执政党社会劳工党按算会摕到多数席次，但是无法度超过半数，有关无法度改善西班牙各大党徛做伙的情形。另外，加泰隆尼亚自治区的独派政党人民团结候选人党会头一届加入政局，虽然有机未摕到多数席次，但是因的目标就是要阻挡其他政党筹组联合政府。记者综合报道。塑胶污染伫全球拢真严重，咱来看印尼有学生用塑胶本色制作出搬去使用的人头红仔，唔但环保，又个会当传承传统的文化。舞台顶高侪红仔伫演出，和大家观众拢拍破啊！这是印尼特别的配角戏——瓦洋红仔戏，用红仔配合传统音乐，表现当地传说。啊，毋过这场演出红仔真特别。塑胶管啊做身体，手工做手，还有纸杯啊画彩面，甲塑胶落来头毛，甲一般的红仔无共款，因拢用塑胶的废弃物制作的。想出这个方法的是莎莎红仔戏团的创办人拉提夫。Sampah kecil dari rumah kita itu kalau ditumpuk itu bisa menjadi hantu besar, bisa menjadi bagian dari isi perut paus yang mati, bagian dari isi hidung kura-kura yang mati di laut. Itu bahwa sampah kecil kita anggap kecil, itu juga bisa menjadi persoalan besar. 拉提夫2015年时阵，伫两步岛开当地第一间红仔戏学校，传承红仔戏文化。伊嘛关心塑胶污染的问题。去年开始，带新斗阵捡塑胶管啊、纸杯啊、塑胶洗清气了后，才互这本色变做舞台顶的红仔。Bermanfaat sekali karena karena mengurangi sampah plastik di rumah maupun di lingkungan. 学生伫做时阵，都有环保意识，对来看红仔戏观众嘛有教育意义。
Kenapa botolnya ini kosong? Karena itu buat nyimpan sampah juga kan. Jadi kayak wah keren banget ternyata nggak cuma buat si wayang botol tapi ada juga manfaat selain itunya juga. 回收塑胶作为红仔环保更能保存传统技术。看截至2015年，一项研究指出，印尼是全球第2大塑胶污染国家，当年有真济塑胶粪扫进入海洋。在政府拢无对策时阵，少年学生已经开始做环保小帮手。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政府伫初六正式要求游戏业者，游戏必须要用本名来去注册考照。18岁以下的少年人，伫暗时10点到过灯的透早到8点哦，袂使算。中国18岁以下的青少年，不管这个时阵伫网络游戏当中耍甲偌欢喜，只要是平常日，上网络拍电动的时间上济90分钟，周末假日上济3点钟，而且暗时10点一到，网络伺服器就会强制路线，一直到第2天早起8点。这是中国政府新的禁令，目的是为着杜绝囡仔、青少年网络耍甲潮。官员表示，已经发现网络游戏造成下一代心理健康的危害。其实世界卫生组织伫咧去年都爆发出过类似的提醒。不花钱打不过人家。目前伫8岁至16岁的囡仔、青少年，每个月开200块人民币，相当于台票870块算电动。16到18岁的青少年，每个月是开400人民币。这份禁令，国民定游戏业者必须要采用实名考照注册制。过去捌发生过借用考照的身份认证漏洞。即马中国政府拍算要求游戏厂商要交出权限，由中国的公安局管辖，建立统一下北台的身份辨识系统。一般的话，这边都是3-5个小时，然后常客的也就是一些成年的，然后就是基本上玩了10多个小时那种。中国目前是全球第2大电动市场，敢若较输美国。这几当地中国官方和民间财团的积极发展之下，中国游戏产业快速奋发。但是2018年，中国政府向向出手，以保护儿少卖近视，避免游戏产业竞争过热，产生出社会问题的理由，向向冻结新游戏的上市许可办法，嘛要求业者自律，管控未成年者游戏的状态。即马正式透过政府的力量，改进未成年者网络使用的习惯。家长对这项禁令大部分拢赞成，有的大人阁表示讲好佳仔已经大汉啦，阁讲过去有小学生咧算拍袂赢，都骂对手、骂队友，即马总算等到政府出手。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昨表示，未来要发予家长每个月6000块的顾囡仔补助，会使领到囡仔3岁。另外，针对韩国瑜用7200万买厝的代志，韩国瑜是质疑讲有国家机器介入侵害伊的个人资料。蔡总统是希望讲韩国瑜要有证据才通指控。家囡仔亲切互动，总统蔡英文今仔日无被讲故事，做临时小老师教囡仔英文。教囡仔欢喜互动，也为政策宣传，强调8月前内托幼准公共化，补助费6000元，领年会初步规划伫特定条件下，应领到3岁。2到3岁的小朋友。他如果是已经是在托儿或者是保姆那里受到照顾的话，而且还没有进入这个幼儿园的话，他的这个6000块的补助也会继续下去到3岁。中央哺育跟我们签约的保姆跟托婴中心，每一个小朋友我们给他补6000块，而这6000块是直接发给家长。不止增加用于帮助下晡蔡总统去婚姻顺现宫拜拜时，佮拍出老人福利，开出每年编400亿预算照顾老人福利。长照服务，有要需要人带你去看医生，还是换药啊，还是要到洗身躯，咱有100几种的服务啦。明年的预算400亿照顾咱的老人家。蔡总统拍政策牌抢老中青优选票，啊，毋过针对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被周刊逼空，伫2012年失业期间，买伫台北市南港区价值7200万的豪华主体，韩国瑜质疑有国家机器介入，侵害个人资料，蔡英文反击，讲还提出证据，佮指控当时考察韩国瑜的庶民身份，甲一般人认定的真无共。说国家机器介入这个事情。讲这样的讲法，确实是要有证据了哈。一个房价这样高的房子，确实不是一般的庶民
可以负担得起。除了回应韩国瑜署名的豪华主题对蔡洛培讲法，只讲在上适当时机会宣布上好的组合。不过外界有期，民进党无分区立委名单13出来了后，随期过讲14下礼拜四对宣布总统副手的竞选。记者综合报道。昨日也嘛质疑讲，在2014年韩国瑜是压台肥这一厝价2成，韩国瑜伫昨下晡出面否认，嘛强调讲伊的个人资料从恶意泄露出去，背后的动机并无单纯。韩国瑜初7下晡来甲新竹县进行清廉座谈，希望争取清廉选票。不过小连续2天，伊敢若无法度对豪华主题案的风波脱身。座谈会顶面，当场有民众对韩国瑜庶民选总统这个口号提出疑问。就是说庶民选总统，总统选庶民啊，或者我们买的房子多少钱，就不是庶民，不是这个意思，是心。因为我长期失业，我从年轻开始就是半工半读书，然后又长期失业，我从云端掉落过土地上。再从土地又爬到云端，我这样穿梭好几次，我看穿了人生很多事物。韩国瑜一再背回讲，买南港的厝是一个单纯合法的买卖权利转卖，八当前翁某2个人拢毋是公职人员，个资的部分拢无公开，但是媒体竟然会当摕到伊的个资，强烈质疑泄露交易资讯背后的动机，佮谴责侵害个人资料。如果个人资料被不当的泄露出去的话，有关单位一定要去查，这已经不是韩国瑜个人了，是2300万。人民共同的权益了。不过，民进党甲豪华主体的议题加条条，初7佫质疑韩国瑜敢是因为买厝7200万的投机款无够，佫用特权甲业主代赔借贷。我当立法委员的时候都没有施压过，然后离开立法院10几年是在失业的状态施压，那个时候心情应该是要到按摩院去舒压，怎么可能施压呢？提这个问题的民进党立法委员可不可以教我一下怎么样施压法？结束清廉座谈了后，韩国瑜来甲公庙进行参拜，敢若无受豪华主体风波的影响，受到支持民众热烈的欢迎。落尾嘛，照既定的行程，继续参访新竹县地美的产业，听在地地农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长郭文地洪也康讲，伊伫台北市政府内面举行民众党不分区立委的海选面试，议员是指控伊讲党政不分。另外，国民党的党主席吴敦义想要甲伊家己列为不分区立委的第8名到第10名，嘛引起党内的反弹。你台北市政府是你台湾民众党的吗？是你的党部吗？炮火对准台北市长郭文泰，台北市议员指控郭文泰利用市府资源，中道伫台北市府面市民众党无分区海选。郭文泰承认这代志，不过强调选伫中道食便当时间，避免党政不分。不过议员批评郭文泰，和台北市府加入民众党党部，郭文泰强势回击，也个靠势国民党。我还是全台湾最共识分明的。如果大家用同样的标准，哇，不管你是民进党，所以你的意思说大家来比烂？那你就不要每一次在那边标榜自己有多高的标准。我绝对比你们国民党分得清楚，这我敢讲。民众党除了无分区名单确定提好提满34席，佮传出有意要找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列不分区第一，不过已经被伊拒绝。另外，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有意将家己列伫不分区8到10名，引起党内部分反弹声音。吴敦下晡参加国民党立委食饭，被问到是毋是有私心，伊是真生气。我们执行长受罚，不是我在接这边，主席这边，主席。今天有不好意思，那个没有来，我们执行长。这不分区的名单呢，还是应该是一个整体的考量哈。我想我们不要聚焦到任何的个人。民进党是派系的变场，立法院长苏家全表示无愿意提一不分区，所进行不分区名单前期，拢互党主席杜荣泰真伤脑筋。其他的人选，因为我们现在委员会还没有做定案，我不宜在这里做谁有或谁没有的这种报告。拿着两党不分区名单按算13对清楚，因为国会席次事关重大，大家拢真细致，避免被对手提来插话题。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大选后投票进行是乱糟糟，检察院是以9票对3票通过提起前中选会主委陈英谦，也毋过伊是表示讲一切是依法办理，会向公听会来做说明。
去年9号伊选举合并公投案，投票所排队的人是长多多，落尾阁出现哪开票哪投票的状况。迄当阵的中选会主委陈英欠请时，初次检察伊认定中选会有选务疏失，要甲断刑。发觉有很多违失的地方，所以我就请我们的陈庆财委员跟我一起来提案弹劾，有指标性作用，就是说你这样子做的话，不是光辞职就能够解决问题了，事后的惩戒责任还是要被追究。这样的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呢，一来一去，结果呢就浪费了公帑呢这个931万0600元，那更严重的是造成了老百姓呢要公投，但是无所适从。监察院早起用9票对3票通过弹劾案，认定陈英欠无伫公投日28天进前公告政府机关意见书已经违法，了后佫无执行高等行政法院所停止执行的裁定，撤销电公告伫咧4大报紧急刊登，造成刊登费用新台币900多万的损失。我只能说哈，我一切都是依法办理的。但是如果法律规定不合理，那我没办法啊。不合理，我们还是得办啊。监察院表示，这届陈情案是下一代幸福联盟甲国民党团来陈情，虽讲陈英欠已经落台，毋过弹劾案赶快会送公听会。陈英欠表示，一切依法来办理，会阁配合公听会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看中华电中的马拉松比赛哦，礼拜要举行。自来水公司伫沿路有安排8台的青啉食水台，也毋过有人是认为讲水无消毒煮过，敢安全。台水公司是强调讲水质绝对无问题。每一年的电中马拉松都会声招万人来参加，真侪企业也有在地民众拢会设补给站。毋过因为大量使用管仔也有杯仔，毋若无环保，比赛了后嘛需要骹手来摒扫。台湾自来水公司即届设8座青啉的食水台，要伫即届电中马拉松比赛内底，互选手来使用。毋过针对要直接来啉水倒水的即个代志，来问看卖民众有啥物款的看法？可以减少很多塑胶类的垃圾产生，而且如果他敢这样子用让大家生饮的话，应该可以。对它的水质应该会有保证，这是一个蛮环保的概念。那自来水公司也有这个机制，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提议。但是我对于卫生有比较大的疑虑，因为大家都在使用的话，会有卫生的问题。针对有民众质疑水质也有卫生的问题，台水董事长魏明国邓显坎挂保证，水道水的水质绝对无问题，而且食水台是用斯坦利塑做的，佮是用无烟的水道头，佮有专门的人每1点钟都会来监测水质，民众绝对会当放心，而且嘛会当减少真侪粪扫，佮有卡手。预估会省2万罐的这个矿泉水哈，而且也可以省下10万杯的这个纸杯哈，那也可以省下将近200个这个人力。台水公司强调讲，虽然目前台湾的水道水的水质已经会当直接啉，毋过民众厝内的水塔还有水管无一定有够清气，嘛无一定安全，所以无建议伫厝直接啉水道水。若是电中马拉松除了有台水提供的食水台，比赛路线同款有传统的供水站。不离个电中电工所同款是希望讲民众会当家己炸杯仔，做回来做环保。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农改厂设计一套系统，会使随时来监测果子园的温度、湿度，佮有日头光等等的资讯哦。有问题就发简讯来通知农民，会当提早来做准备来解决问题。如果假设泡到水里面，它就会发一个简讯告诉你说，突然你田间淹水了。这台智慧农业警报系统监测到田里有淹水的情形，就紧发简讯通知农民。这几年因为气候变迁，真侪农民因为木瓜园未堪得一直予雨淋，造成真严重的农业损失。高雄区农业改良场针对木瓜的防灾技术发表智慧农业警报系统。这套系统会使依照农民的需求来做设定，田里的湿度、温度，还有光度等等的环境变化，拢会使即时掌握。光合作用比较不好的时候，有折叶的现象啊。折叶会造成木瓜的死亡。对啊，它系统上面都会显示，数据多少，就开始要后续的动作该怎么处理。
不过，若是长期无充足的日头光，或者是踮伫土壤含水量较悬的所在，进行光合作用的时，就会因为碳源无够多，增加树身死去的风险。智慧农业警报系统即时发简讯通知农友的功能，就会使稳定木瓜的品质，也有农民的收益。我们有一些参数值，就可以智慧化的告诉农友，你要做一些适当的处置，比如说你是不是要进行疏果了。有了这套智慧科技系统，农民就有法度更加精准看顾田园，克服气候变迁造成的农业损害。记者综合报道。各地农改场这几年拢一直在帮农民来找出路，除了开发新的品种，嘛发展真侪新的技术甲设备哦，咱做伙来了解。这是花莲农改场专门研究苍仔的正式地点，才有砍一种号做百吉网的水白色防护网。经过试验，伊会当真有效的炸风，就连中度的风台内拢唔免收网，会当降低苍仔3、4成的损失。它有大概减少50%的风力，然后我们以中台来说，大概减少了50%之后，里面它的那个风力每秒的风速剩下4公尺。另外一项的设备是专门替蚊蛋所设计的炸风搭，甲规张树仔搭掉了后，经过中度风台的试验，会当降低真侪果子落落来，平常时啊，佫会当风糖减少除药啊，对环境甲成本拢有帮助。可以抵抗中度台风直接侵袭这样子的一个伤害。没有造的落果率平均大概是26%，那利用这样的方法去做，可以把落果率降低到6%。除了研究设备，花莲农改场这几档研究新的品种、自动化农机，还有加工，尤其农业环境教案都真侪功夫，希望在咧气候变迁的状况之下，赶紧替农民来找出路。包括到病虫害的问题，那事实上我们除了资材以外，我们在其他的防治病虫害方面，我们也着手一些的准备来一起抗这个农业的一个逆境。花莲今年减损金针还有西瓜拢因为寒冷较少了等等的气候影响，收成较无好，所以真侪农民拢来参加研究。农改场目前已经收集原住民特色作物300多种，要来保证找出维团的资源。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立冬哦，真侪人拢真爱用乌鱼来补冬。来看中华新港的詹家村哦，今年第一批乌鱼嘛已经开始收了，今年的乌鱼拢饲甲真大尾，继续嘛会淡薄起。人讲九月乌较赢食猪骹苦，就知影乌鱼来做补身体料理，绝对是摆有顶的。伫咧中华新港詹家村也开始伫咧收成今年头一批乌鱼，也因为立冬就要到啊，真侪民众拢出外来交关选买，通好立冬补冬补喙空。今年加饲一年啊，有啊，较大尾着啊。计销即马若咱市场，阮有甲看，拢112块啊，1公斤啊。鱼趁钱，人趁钱。今年收成的时阵，虽然毋是假日，不过知影这个消息的民众，大家也出外来要抢今年头一批活跳跳的乌鱼。有识业者表示，这群乌鱼已经饲5冬啊，大尾拢嘛真大尾，平均大尾拢有3斤半。这乌鱼哦，今年吼中华关第一场的吼，啊，伫曾家村这掠的吼，啊，你看每一尾吼，哇，这么饱满，新鲜度绝对新鲜的吼。啊，有要食的人吼，要买的人啊，较紧来哦。今年计销是稍微有起几箍银仔。现掠的乌鱼新鲜搁清甜，肉质定 Q 又搁袂软柔，现破金黄色的乌鱼子，大腹拢大皮又搁真饱甜。伫咧日头骹闪着金黄色的光芒，用看的就感觉真好食款。毋那乌鱼子大家爱抢，乌鱼表也是大巷仔内知名爱买的物件。看到台北活跳跳的乌鱼，也看到台湾养殖业的乌金，看到所有鱼货变作是人客肯定的好货。这款互人肯定的丰收，才是做事人的好年冬。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大鼻乡农会成立到大哦，已经100年。农会是举办咸菜文化节，做伙来庆祝。到现场的民众有食有粒，大拢相算甲真欢喜。学生囡仔入去咸菜桶用脚打咸菜，大人伫边仔用手拿咸菜，遮尔新鲜佮趣味的活动。真侪人拢是头一摆亲身体验。就马上再叠上去，然后就撒盐，然后再踩下去踩就好。这是大鼻乡农会举办的100周年庆祝活动，现场唔拿传各种游戏和澎湃的咸菜料理，互大家有通耍，佮有通食。也有其他乡镇的农会嘛来遮摆摊，同齐行销婚姻馆上好的农产品。那咸菜啊，来遮看老眼啦，咸菜啦，菜
惜的就是这个，咱有邀请5间的这个餐饮科的学生啊，来做咱这个检查的料理。趁这个机会，农会嘛做伙举办米甲的开幕仪式，希望透过这间新米甲的成立，会使提升在地稻米产业的品质和竞争力。碾米厂会当来落成启用，这对咱自有品牌，咱这个世上米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动力跟活。咱若要食米咱的婚姻米真正有够赞。农会透过办活动来推广在地农特产，希望民众除了支持当地出名的咸菜，嘛会使熟悉在地稻米。希望这2项未来拢通成做大鼻乡的特色产业。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最近公告，各地的特殊教育学校甲高中的老师逐礼拜爱上上无10节课的直接教学，引起老师真大的反弹。亲子教育交流替学生申请视障老师，或者是向全校水平资源班学生的课程调整，这拢是高中资源班老师除了教学，另外做的间接服务，也毋过无靠教学结束。今年9月，教育部佮公告草案，规定个别特教学校甲高中特教老师，每礼拜至少10堂直接教学结束。因讲是互各类高中资源班老师增加更较侪工作。可能最近这几年又刚好会有很多的课纲，或是很多的配合的计划，所以我们行政业务量其实也有增加，所以导致是人数变多，行政业务量增加，但是我们人力是没有增加的。目前高中以分散式资源班为主，不过为教育部公布资料看，107学年度全国高中级分散式资源班老师300多人，将近9000名学生，生数比超过16:1。因讲是1名老师照顾26名特教学生，还要做行政业务。高中资源班生师比是1:26。那如果只算就是国立的学校、国教署的学校，我们生师比会到1:32。那这些数字是把代理老师也算进来，如果没有把代理老师也算进来的话，那这个数字会到1:41。长期人力报告各规定教学结束，老师写一份20页订正书予教育部。因讲过去10几年发现请愿求救拢无回应，看到草案时面过点点，甚至专家学者建议降低教学结束，不过草案无重视实际状况甲专家建议，将调降直接教学结束的方向来去研修。教育部强调会修正草案来符合老师的需求，长期人力报告状况也会赶紧补齐正式物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行政长苏贞昌之前宣布讲要开放山林的政策虽然爱爬山的民众是真肯定，也毋过消防救护人员的压力就增加了。救护人员的车伫咧弯弯弯弯的山路，敢会当看到车头前的几公尺，拢是落窟来路风，对救护人员甲防救的山友，拢是一种折磨。这座标列大坝尖山救护，总共用大湖消防分队2员救护员8点5点钟，总共310公里。然后再走大路林道、山路南走到这个登山口接到这个患者。顶个月日是一个桃园姓王的查某登山客去爬大坝尖山时，高山正行起来。苗栗大湖消防分队的人暗时6点倒分队出发，拄心着南清公路入去大绿林道，暗时10点20分才找到患者，了后送去新竹的病院，加工透早才登去对象。这五峰地区只有1台救护车，如果他这台车出去，他这个地方救护会真空6个小时。这趟救护后来就大概总共跑了大概将近300公里。苏北国家公园的大坝尖山甲大陆林道东线，爬山路线伫咧苗栗，啊，毋过唯一出入的路线煞伫咧新竹。离上近的新竹5峰消防队敢若1台救护车，全队的日历敢若11个人，若是紧急救护才会去支援。这款的救护拢是交予管区的消防队。对这个代志，山友建议整合资源是目前上要紧的一件代志。能够跟民间单位做一个整合，把这个黄金时间能够把它抢下来，我想应该是最重要的。苏北国家公园是指出，目前管区内主要有大陆林道，还有230林道。今年度的山岳救援事件确实有增加，面对消防救援的卡手有限，已经增加人力来协助山岳的事故。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带消防单位他派员，那我们就会会同当地的警察队的同仁一起出发先行救援。全台湾有81个林道，唔免登记地当入山，开放山了后。救援单位期待资源交臂，而且面山教育嘛搁要加强，才会当予山友亲近山林，而且安全返去厝。记者综合报道。
面对中国的旅客愈来愈少，观光局是积极希望来自穆斯林的旅客，也毋过业者嘛讲哦，台湾邻近的餐厅大多数拢伫北部，其倒是嘛真歹找。伫台北市新城南路这间穆斯林店兼做餐厅，所卖物件拢印尼官方穆斯林认证。业者讲，听过不少人客反映，台湾的食饭环境对无食地板穆斯林旅客来讲无介方便，有人会来买泡面避凶。有新加坡的，他们说去阿里山啊，去阿里山自由行，然后4天没有吃饭，他们只吃泡面，因为认证的餐厅哈，认证的餐厅要多一点，就这样。来台湾穆斯林游客自2015年有20万人次，即马只剩17万人次。观光局规划每年推出穆斯林游客回程计划，建立穆斯林友善环境，以桃园机场为例，不只有指导性，也有经过认证的餐厅。比较国际化的料理，就觉得蛮特别，就是想试试看这样。不过，旅游业者表示，台湾应接待穆斯林的饭店甲餐饮环境无济，以认证餐厅来讲，拢集中伫北部。饭店大部分是5星级，报价也悬。以马来西亚为例，穆斯林团来台旅游拢会较贵。穆斯林餐都比一般的餐来得贵，所以我们整个如果说以团来讲，报价上呢，它是肯定比一般华人来台湾的价钱呢还要贵个。如果以马币来算，贵个1000块，1000多块的马币。大概贵个7、8千一个人。业者表示，穆斯林旅客会选择旅游业体设备较好的日本，所以台湾观光景点连锁要有详细设备，也要有基督式或者是基督摊啊。观光夜市要设置穆斯林专区，标示清楚实在，穆斯林旅客才能放心食台湾的物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县政府举办头一届南国慢读节哦，甲青皮火车变做是行动的册店，一边读册，计使一边看风景，实在是真浪漫。火车摇晃的是回忆，推挤的是时间。伫台湾上古早的拿皮火车顶头，有作家诗人来读因的作品，分享因的文学创作。这是屏东举办的第一届南投慢读节的活动，把火车打造成行动的册店，要互大家伫山甲海的陪伴来享受阅读的趣味。透过阅读或者工坊的对谈讲座呢，让我们更多的伙伴们擦出火花，对屏东大家可以共同讨论，不管到部落、到农村、海边、离岛。任何一个地方，信手拈来都是我们适合阅读，而且静心可以提升能量的一个地方。除了伫铁基路顶头的阅读旅程，文化人龙应台钟英峰佮歌手林生雄，卖伫以早贯穿的所在地，经受了的胜利新村，用文学音乐为观众甲屏东大武山的壮丽，用讲的、用唱的表现出来。充分的去呈现我们整个屏东，不管是在自然的风光啦，或者说整个文化的底蕴上面哈，我们透过阅读、透过音乐、透过这些作家、文学家的这个分享，我们希望整个屏东变成是一个整个城市都是一个阅读的一个城市。屏东为年初台湾灯会，打结束的台湾世界展，佮特别伫11月初8发车的拿皮阅读列车，顶真侪南国慢读节活动，要互大家看到屏东唔但有美丽的自然风景，嘛有真丰富的多元文化，佮非常浪漫的文艺气质。记者综合报道。公司第一代甲国内剧团推出台语演员训练班，为160报名的人选出30个要来训练。用台语比手画刀，学员大家都拢有够强，一下就把答案摇出来啊！只来参加台语演员训练班的人，大部分拢是戏剧出身的，搬戏对因来讲无困难。不过要用台语演有正台湾味的戏剧，就唔是遐尼简单的代志啊！公司台语台特别邀请国内真出名的台语剧团、滚剧团开课，培养台语戏剧的表演人才。咱看台语剧，感觉讲，戏真好看，但是有时阵可能演员对台语唔是讲遮尔啊了解，一寡假音较无钱。我希望讲透过这个课程吼，来甲这个部分来加强。希望借用这边台语台的机会，当靠较侪人才来投入，这是阮上大的寄望。我对电视歌唱节目出来，也捌演过电影《顶头的林武轩》，和公司台语台台语囡仔节目《往来西归神变身》的主持人叶欣薇，也为160位报名参加的选手内底，互人拣出来同齐学台语。平常时的册啊，也
但是啊，要学到台语的机会实在太少了，所以我知影有这个课，要台语课咧开的时候，我就赶紧来报名。除了注重台语的正音和家字的训练，课程也邀请野地陈德生和俗语养生记的导演严艺文做讲师，希望让这的演员对台语的声情和文化有更较深的体会，继续伫舞台顶，让台语文化开枝散叶。记者洪敏珍、张玉水台北报道。来看天气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